上世纪30年代后期，越剧界三花一娟，曾风靡一时。他们是四宫腔时期的代表人物，对越剧做出了极大的贡献，被称为越剧的4大名旦。解放以后，旦角后起之秀袁雪芬、傅全香、谢雅仙、王文娟，以其戏路开阔，表演细腻动人，而脱颖而出，成为越剧界的第2代4大名旦。下面我们将请您欣赏4大名旦与他们弟子的精彩唱段。原派艺术由袁雪芬创立，他所创立的原派对越剧旦角唱腔的发展提高和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原派唱腔的风格是质朴平易，委婉细腻，深沉含蓄，韵味醇厚。其主要传人有朱东韵、方两芬、华宜清、陶琪等。结婚晚会会自会当初一场一场悲，老子就一股长夫与上民，真是一件大才名。我更怕见，把我当作眼中钉，即使不许我转身，那杀鸡在我母本啊，刚才人马一繁华，原来我才你有在本身。我三思不见天大路，应是大雨地院门，还有那2个丈夫在阴司等，阎王要把我一2个随风嫁衣，刺痛的那人生
火马做工，两公里的共军步步登龙，夜听无他风云气不勇。这段是为高脚容，上自己。由傅全香创立，其主要特点是唱腔俏丽多变，跌宕婉转，富有表现力，表演充沛，细腻有神，有感人以形、动之以情的魅力。其主要传人有胡佩蒂、陈颖、何英、陈飞等。母亲纷纷老母
无才
由契雅仙创立。戏派的特点是感情真挚浓厚，曲调朴实，花腔不多，轻柔委婉，幽怨跌宕，以情动人，但组织严密，节奏鲜明，音型简练，变经反复出现，听来倍感亲切，朗朗上口，形成给人印象深刻的特征。契雅仙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，在唱腔基础上不断加以发展变化，涉及众家之长，发展变化为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戏派。戏派善引妩媚、善良、温柔多情的女子，故而被称为越剧旦行中的悲旦大王。契雅仙主要弟子有周雅琴、朱杜藩、傅静雯、金靖等。
至今怀了多妻子三公，怨恨
王文娟创立。她以善于表演人物神态、传达内心感情著称，故而被称为个性演员。王文娟博采众长，追求创新，逐步形成了自然流畅、平易质朴、情意真切的风格。其主要传人有钱爱玉、王志平、单养平等。